伊朗当选总统伊布拉辛·莱西5日在议会宣誓就职，承诺新一届政府将通过解决经济问题改善民生。莱西表示，伊朗的核计划是和平的，伊朗禁止制造核武器，施压和制裁不会阻止伊朗人民追求包括发展权在内的合法权利，必须解决对伊朗的所有制裁。伊朗支持任何有助于解除制裁的外交机制。中国官方以防疫为由，暂停办理非紧急的出入境签证安排。1年后，在首次爆发疫情的中国武汉，首次发现了本地来源的病例，而在全国约25个城市确诊了300多例病例。该国记录了自1月以来的最高每日病例增幅，昨天发现了71例新病例。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宣布，因疫情原因，对非必要、非紧急出境事由暂不签发普通护照等出入境证件。哈萨克斯坦阿克莫拉地区因骤风宣布进入紧急状态，骤风导致输电线路和树木被吹倒，房屋屋顶被吹走，村庄宣布进入紧急状态。地区政府发表声明表示，骤风没有造成人员伤亡。美国参议员没有批准共和党参议员罗恩·约翰逊提交的阻止取消墨西哥边境隔离墙项目的决定的法案。在总统乔拜登取消了美墨边境隔离墙的联邦资金后，共和党参议员约翰逊提出的终止废除的提议没有被参议员接受。隔离墙的建设是由他的前任总统唐纳德·特朗普在墨西哥边境发起。据广东省气象局通报，今年第9号台风鲁比已于5日11时20分前后以热带风暴级在广东汕头南澳县沿海登陆时，中心附近最大风力9级，中心最低气压为985百帕。截至4日16时，广东全省共转移危险区域人员3.3万人。西甲豪门巴塞罗那官方宣布重量级消息，梅西将正式离开球队。巴塞衷心感谢梅西为球队所做出的贡献，并祝愿他在未来的职业生涯和生活中一切顺利。这名阿根廷巨星自2000年成为巴萨青训营一员以来，截至目前已经为巴萨打进了672个进球。在希腊1天内发生了118场火灾。在罗伯邦尼撒半岛的伊利亚，火焰到达了奥林匹亚市，那里是历史上第1届奥运会的举办地。